聚康山莊特高樓底，實用428尺。原有木板地轉用灰色磚地，打造年輕風格。飯廳上方打造閣樓，我哋上去睇。閣樓位置放咗大床，業主俾工人姐姐瞓。飯廳有不少收納空間。利用高樓底喺天花做收納櫃。廚房櫃面採用淺灰色呼應客廳顏色。廚房門後面係工作平台，作晾衫及儲物之用。廁所有窗，係名廁。業主轉咗旗杆。主人房做埋地台，有效利用高樓底。天花再做埋頂櫃，下面連埋衣櫃，仲有梳妝台。我身高1.6米，企返上去上面都仲有空間。客房都有效利用到高樓底啊！你見啲櫃全部做上頂。呢個單位而家放賣緊，有興趣睇記得聯絡我哋。多謝大家收睇我哋 channel。如果你都有單位想放賣，就揾我哋啊！我哋會用心介紹你嘅單位㗎。